明明是要我气死！我所想的果然无唔对，是个臭小囝将因爸仔囝救出去。一口气，我免哪吞了落去。公主啊，你著明知讲是迄个臭小囝将因爸仔囝救出去，是安怎当时你无入去内面甲伊理论，至少嘛将遐银两甲因拖倒转来。哎，我要爱是钱啦。公主啊，你安尼先讲哪对啦？哦，因爸仔囝即马叫走去啊，银两阁无摕倒转来，安尼敢毋是人财两失的？人财两失，我袂要遐简单就放因煞，我一定要互因为了这件代志付出代价，要互因家破人亡，我才甘愿。公主啊，你这确实是个真好的这主意，是讲你敢已经想办法通要对付伊那是？吴总管，平常时你是上巧、上聪明，主意上济人，替我想办法。是，这家破人亡的这办法，你是有咧想啊无啦？有啦，我即马当伫咧想啊，你咧，有啊，公主啊，是讲这个办法哦，你唔知敢用也唔敢用。笑话，我苏玉阳啥物代志唔敢做？是讲哦，我嘛搁咧担心呢。这个办法哦，唔知行会通啊未通呢？吴总管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变到这么啰嗦？有啥物妙计，就赶紧讲啊！是。公主，我这个办法是安怎啊？公主，你想安怎？确实是好妙计。可怜轮回啊，再会啊，再会。卡！哎呦！袂见袂笑，一直唱，甲管家的唱片销售量遐歹啊，敢搁唱。你都爱烦恼开啦，爷爷，人无聊啦。你讲叫阿明去出门啊，所以无聊我就唱歌，我的心肝。好啊啦，点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看卖呢，头拄我吼鬼王吼，随时搁拍一张命令来啊啦，你看，你睇看。是讲哦，话搁讲倒转来，啊是安怎鬼王要甲你警告？我早就甲你讲过啊。因为吼，咱办迄个姓苏的代志吼，咱这个黑暗区我是区长呢，这区民大家拢甲我提出告诉啊，因为太轰动了，所以鬼王已经甲咱禁驾，咱这阵啊绝对袂用去出去，知唔知？出事当真？当然真。冤枉啊，冤枉！莫唱啊啦，你爱用唱的歌戏啦。我着歌戏底。唔是啦，虽然讲你袂当出入你的心肝足艰苦，我知影啦。毋过吼，自己敢唔管这个所在嘛是袂输甲咱咧乖皇宫堡内底咧。我嘛是共款冤枉啊，冤枉！你也是歌戏底的遐？唔是我举旗棍啊。你即摆做啥？离家出走？离家出走？我甲你讲，鬼王讲叫咱明日出去哦，出去有代志哦。我都无欢喜啊，要离家出走啊。你是安要离家出走？我知啊，这起的唔知离外口有交到大心也无，无，那会要放杀咱两公孙啊哈？讲来话头长，不然你俩要不然买钱来去改，要顾的做这个有这么困的，不然要下个月头去小来去吃，我爷爷，你即摆听我在讲啥物无？我这个要讲人我听无。我嘛听无，继续听。搁继续哟，不但买一个下无，足偏心的心肝坏一边啦，不但买一个红果啦，吹倒啦，困的啦，爱小食介绍烟头的啦，我嘞，我当拢无啦，这要叫因做老路仔啦，我免走啦。你听无无？听有啊，就是为着安尼哦，无要紧啦，爷爷才甲你留起来，甲你用。爷爷，安尼咁好？唔是啦，我是讲留伊继续等咱兜做查某囡仔啦。无要紧，爷爷已经有甲你吹算过啊。迄个哦做什么歌，甲这个什么棍的吼，因两个根本都无缘分。慢慢这个爱情的代志会怎啊煞去，到迄个时阵你都有希望啊。我哟，真是嘞，真是嘞，你无甲我骗。无。爷爷，我袂走，我爱你。我。唔对，我决定要
老爱食，甲你做奴才。我头一摆看到这只三八的。来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对，是真歹势吼。过去吼，拢是我唔对，我的误会啦。即摆吼，我来甲伊教育，实在真歹势。好啊啦，免当安尼歹势啦。只要你知影什么人是好人，什么是歹人，安就好啊。过去代志莫提起，来，食饭。阮阿爹受了即摆教训，代志的好歹已经拢真清楚啊。啊，若是安尼吼，哪人知啊？恁查某囝甲阮后生两个都遐意爱，啊，唔知你有啥物意见？我要哪有啥物意见呢？我咧，哇！安尼咱两个都得要结啊咧。结啥？我是哥哥呢，若要结，嘛爱我先结，你搞清楚。长幼有序，知无？死，要死你去死啦！啥就差啊济，你骗几日未食，最多你先结啥啦？当然嘛差济，谁叫你唔相信啊？我若互让你先结，转头我是要你徛起，会用笑死。我不管啦，我要结啦。好啊啦，莫吵啦。不输几啊人拢听着用笑呢？安尼啦，回去我来去选一个好日子哦，互恁两个同齐结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安尼啊，这算相许临门哦。来，这。来，将这两个搞定啊！是。老大呢？无啊，阮囝愿怎么做？因两个手脚靠门。啊，你。